高雄目前有将近5000家智慧停车格哦，也毋过有一寡系统甲设计拢有问题，互市民是真怨叹。市政府是表示讲会要求厂商要赶紧来找出问题做改善。来到高雄三民区大昌路这条人行道，沿路拢唔当看到管道无够行人脚头区的停车条，顶悬阁写着建地中，这是市府要推设的智慧路边停车系统，则因为管道无悬，阁设伫咧较矮的人行道顶悬，可能致使民众跋倒。可能老人家这个部分还是要比较注意吧，因为如果说时间比较晚，然后没有人注意到老人家因为这个绊倒，就蛮危险的。放了蛮久了，为什么不在建的时候再放就好？不要放了1个礼拜。全市有4948个智慧停车格，分做悬位、立影、停车条，也阁有架位、嵌入型这3种。除了停车条以外，嵌入型的架头也因为风砸着无法度开单。民代是认为高雄多数人行道环境无够友善，佮加上安装智慧车条，也阁有嵌入型的设备，空间无够，囡仔人也阁有时代更较熬跋倒。追求车架的数量，也要考量环境的条件。路灯或是变电箱的附近，让它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，否则呢，只会让人家觉得说，是不是在浪费钱，而且又会让这些娃娃车或老人容易跌倒。左右两侧都有贴这个反光贴纸，那夜间上面顶端也都有一个灯光的一个照明。那这个部分它也在车柱上面有一个警示牌，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不至于再让行人会有踢倒的这个疑虑了。市府回应停车条会互过路人跋倒的部分，已经加装反光设备来改善。嵌入型的设备，甲厂商伫咧签约的时阵嘛有要求透动率，只要设备异常或者是无法度开单，就会有人即时来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